思，大雄要叫我的哦。社主啊，社主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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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要做新郎啊，你做新郎啊！社主，恭喜恭喜！你搁摕踮我做啥？叫我听啊！我听啊！我听啊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子啊！柯业主啊，是安尼啦。啊，着阮社主后日要甲阮子啊成亲啦，啊叫我专工送贴仔来互你，希望到时阵会当来还礼。月日子啊，后日要成亲啊？嘿啊嘿啊，啊无歹势，我无闲，我先来走吼。是啦是啦。阿伯。财富，这菜头粿是真过分的。明早你答应5万，啊，即摆伊要成亲啊，就叫人送帖仔来，这根本就是要你气的嘛。我都真枵呢。啊，人食剩的饭菜，为着要活命，我一定要啉啊！小等下，你若做规年的饭，我才好捧。我泡过工的茶，敢讲我无这档方式？你先莫生气啦，我安尼做吼，是要考验你。假使讲你连巴肚枵都无法度啉，安尼以后是要怎担当师傅交代互你的重责大任？阿兰啊，我安尼做是为着你好。其实这是师傅交代互我的任务。我这做大师兄呀，有责任爱考验每一个新加入的人，看因对军演是毋是有够忠心。啊，那你这方面哦，做了真好，已经通过第1关。多谢大师兄。哎，你是免赶紧甲我说多谢。还叫有一件代志哦，要交代互你去做。这件代志你若是当办得好势，你就通过第2关。请大师兄你吩咐，我一定达成你交代的任务。真好，阿兰啊，我相信你已经有听讲5月娘甲青官车蔡社主要成亲的代志。为了这件代志，师傅一直真无欢喜。你意思是5月娘的8字真重，全甘仔人的人拢知影伊的克夫，所以。这敢是毒药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这毋是毒药啦，是讲哦，这若有迄个菜头羹啉落，伊加计是魂迷不醒，会死人啦。你若是法度，有这菜头羹甲5万年，伫时辰以内无法度成亲，那安尼师傅甲5万年就抑阁有希望。阿辉啊，你今日哪有银行来啊？你应该毋是为着顶抓报关的代志要找我算账咯？我是有连啉18甲你陪做啊。哎呀，无，你唔通安尼讲啦。若毋是啊，区员主替我做保，我嘛无法度徛喺遮，算起来我阁欠你温情咧。哦，啊，那安尼你今日来是？我是听讲阿兰要伫恁遮，我是来找伊的。来，先坐者吼，恁入会第一再讲。阿坤啊，第一。是。那边啊，人客来啊，放茶出来。多谢。阿兰，阿兰。会好啉无？啊？我是讲我芳的茶啦。哦，好啉吗？尤其是你芳的。你咧讲啥啦？咱小弟甲大兄芳茶，这是应当的啊。以早伫长山，也毋是毋捌啉过你芳的茶啊啦。啊，即摆气干是啥物意思？哦，
这一摆军艺演几工尔，身份地位拢无共款啦，免去芳地华啉啊是？你找我要创啥？带你转来厝的，我遮无厝啦，阮厝伫东山啦。是你讲啥？我知影你为了迄件代志搁咧困我，但是有啥物话，来你再讲，转来厝再讲。这毋是你住的所在，无需要伫遮共芳地，互人糟蹋啦。行，行啦。阿辉啊，你安尼讲就唔对哦！你一直讲要靠家己来拍天下，哈？你才会去找迄个阿里山奥所在，搬石头掘野草。其实哦，我甲你同款，伫军艺院哦，我嘛同款咧忍受，甲折磨啦。你哦，只是忍受双手甲身躯的酸痛，我是内心甲精神的痛苦，目的拢同款，拢是为着要出头。只是方式无共尔啦，但是哦，我选择的所在啊，军艺院啊，比你来阿里山好太济咧啊！将来哦，我一定要比你较悬啦！你讲啥你？你变啊！你若变个这么轻分啊！你知影土地唔捌细对阿南是走倒去，我今仔日就甲你抛弃！你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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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绝对袂还手。你讲迄刀哦，都已经挂着咱兄弟情啊！今仔日这拳哦，拄啊拍清咱的立场啦！你重护，我干跳；你重情，我重你；你轻肥，我拿什么来给嘛？阿南，将手歹讨食，咱才会去温书阳无几个。今嘛真无简单有这个机会，他靠咱把恁本事徛起来。咱拢过日子是安怎嘞？是安怎你就唔听好我甲我拍拼？涂台中是啥物人物啊？顶头有通破大人替伊额头，下骹就是要利用咱兄弟替拍天下啦！你想要一个人控制所有干妈来的利益，你敢知啊？这有啥物唔对啦？世间事本来就是安尼啊啦。龙食肉，硬拍软。以前伫漳州，就是因为大家拢散做伙，无法度去比较。但是来到这了哦，我才知影有钱是上好的啦。带好、穿好，就算讲是食的，莫食甲青草啦。阿兰，敢讲过一条湖水沟，你的心就去溺湖去。你无带念我的情。你嘛要带念阿母的心。自从迄天你无转来，阿母就吃袂了困袂去。逐天在你流目屎，讲伊本来有两个囝，现在才剩一个胖过去。无论安怎，一定要叫我甲你找着，就是死嘛要记着你的人。阿兰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是阿母敢有对不起你心？阿姆啊，阿南对不起你啦。阿南嘛有答应讲要甲你友好，可是即马阿南嘛已经做袂到啊。其实阿南啊伫外口嘛过得无好，真的过得无好啦。伫外口，我嘛去互欺负，去互糟蹋。阿南妈妈是会惊啊，阿南妈妈都受忍的。阿南妈想讲，要甲你、甲辉啊斗阵，就亲像以前同款。你是我阿南妈唯一的亲人。好啦，行，咱倒位拢莫去，行，甲阿兄倒转来，咱来看阿母，吼，来看阿母，咱三人永远拢莫分开。
拢莫分开，吼，千万啊啦！时机已经过去啊，我即摆打着出头的机会，我是无可能放弃的。你是要叫我安怎甲阿母交代啦你？你著甲阿母讲我当去漳州，也是甲阿母讲我已经死去啊，甚至连讲我把连这个阿妈一样哩啊！你啊，你用真体贴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想办法，给阿母一个交代。阿母啊，阿母，我已经找到阿兰啊啦。阿人咧？安尼无对你转来啦？无啦，阿母，爱伫军医哦，食头路啦。伫军医院食头路？是啊，对，伊搁传2只鸡，叫我早顿互阿母食啦。你看，还搁有无？伊讲要买一个新厝，互公妈住啦。我都讲嘛，这阿人嘛吼，真正是足乖，我无白笑伊的啦。是啊。祖公祖妈，你有看到无？阿兰吼，就是这么乖啦。真的。对啦，阿伟啊，阿兰迄脚有较好无？有啦，拢好啊，无代志啊啦。安尼啊，安尼真正是祖公祖妈保庇，祖公祖妈保庇的啦。阿母啊，这贴啊是，哎呦，着顾欢喜啦，说起都袂记的你，这是五姑娘吼，甲蔡社主吼要成亲的贴啊。五姑娘要成亲啦！系啊。哇，真好真好。来，多谢，进来。哇，你人来了，睇嚟佢炸你啦！头条准备好无？你是咧紧张啥啦？今日你是新郎呢，新郎都有新郎的班，对不对？你等于房间等，我叫人来哦，我才请你出来叫我，行。我煞袂记得我今日做新郎。嘿，来，行啦。社主，恭喜！恭喜哦！恭喜！来，我听讲你最近伫阿里赛开垦，开垦那是安怎？满堂起头难啦。唔是我爱吐槽，当阿里赛迄块地、芳地，迄个花也嘛无爱滴，底下人讲种会起吼，天都落暗雨啊。无遐严重啦，事在人为嘛，吼。对啦。新娘就是无共款，咱咧头装洗洗咧，总画起来，新娘衫穿起来，是会足水的。自细汉，我就感觉你足水。经过遮尔侪年，你拢无啥变。不过真可惜，咱无法度做一家伙啊。香兰，你哪安尼讲？原日子，感觉你拢唔知影，我阿爹一直拢足介意你。伊听讲你要嫁别人，一直艰苦到今嘛。香兰，你是伫咧胡白讲啥啦？是真的啊，原日子。感觉你拢唔知影，我阿爹一直促成青源社甲阮军医合作，拢是为着你呢。香兰，有一寡代志是命中注定的。既然若个是天公伯爷祝福好，安尼都爱认命。毋过原日子好啊啦，莫阁讲啊，花桥你要来啊呢？来，你去下斗相共。我来。遐济，没客气哈。大叔啊，军医院的军员主来啊！哦，警察叫要坐啊。军员主，来，错小容易啊。哇，区员主啊，我真正唔敢相信你今仔真正会来呢，真正花足大面子。但是即马讲这是啥？今仔是你大喜的日子呢，我哪用个讲无来啦？感谢。蔡社主啊哟，听讲你要甲五姑娘成亲，你现敢大夫啊？你是会惊啥？若惊你就唔通娶。
就是安尼咩，爱食佫惊烧，惊鸡嘛。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阿兰，原来你会走来遮，我死给你找拢找。你找我要创啥啦？无啦，啊就不管咱兄弟安怎冤啦，阿母两三工无看见你啊，足想你的。行，出来外口甲伊见一下面。好啦，我无用啦，下次我伫外口等我，男朋友讲。阿兰啊，阿兰。带小猪的房间出来。明年算在你头前我嘅酒呢，好，有问题无？无问题，无问题。来，大家买起去吼。师傅，你是买倒？坐袂调啦，你敢无听后壁咧讲的话？师傅，你先莫着急，小坐者，等下都有好戏通看。社主啊，社主啊，社主啊，社主，会叫去电啊？已经出好了，已经出了。哎，等你即摆是要对啦。我来接新娘啊。哎呦，啊你嘛拜托咧，啊你唔敢人伫咧讲咧，唔捌做过大家咱人带。你即摆先来房间内底等，啊花轿来哦，我再请你出来踢轿门啦。啊，唔过这是古早一款礼啦，对不对？来房间等，好，行，歹势哦，歹势哦，歹势。大叔，花轿来，花轿来啊！我要偷啊！师傅你要创啥？花轿来，踢花轿接新娘，紧来，扛的人卖顾你嘛，行啦，紧来。来，新郎来！哎，大孙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我代志。太强啊，紧啦！哎，小猪啊！大孙啊！大孙兄，你是安怎？大孙兄，你紧正心一下啦！你是安怎？你正心一下。照这物啊看起来吼，蔡小主吼，恐惊啉着忘汉药，这种药啊吼啉了吼，袂精神呢。大夫啊，你着要紧想办法啦，紧救社主起来啊！你放心啦，我即马等下药房拆药啊，啊恁即马尽量白滚水一直较灌，灌到精神啦。我送你出来。我赶紧来准备白滚水。紧来，白滚水。师傅，容易啊！容易啥物？戏上好来。师傅，你毋是以后拢一改5万呢？啊，这菜头今安尼雄雄分去吼，婚礼无得继续进行，安尼5万娘就无算讲是叫菜头金的。啊，师傅，你敢是都有希望啊？你是就参我死，我哪敢啦，师傅？你哪会唔敢？你著明知5万娘伊会克夫啊！你搁叫我甲伊成亲，啊，毋是就算我较早死。毋是啦，师傅，这件代志吼。啊对啦，阿梦啊，拄则伫婚礼顶面，你有讲等下好戏通看，你哪会知影呢？这件代志是毋是你咧编规？无啦，师傅，我哪敢啦？你无交代代志吼，我就算我甲踢脚档，我嘛唔敢做啊。大孙兄，精神啊！大孙兄。
大孙啊，蔡社主，大孙啊，安怎？无代志哈？大孙啊，即摆是安怎？啊，你拢伫遮？后尾啊，蔡社主，拄则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拢袂记？较细哩。来，姐姐。我会记你，万人来甲我讲，非洲教，啊叫我去踢强，啊了后就袂记你啊。你中毒你知无？中毒？是啊，大夫讲你中着一种叫蒙汗药啊，人阵若食落去，就会昏迷不起。啊，你想看觅，你今仔有食着啥物件？啊，我想到啊，我拄着伫房间等的时，有啉这杯茶。奇怪，阮大孙也无甲人扣完啊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心肝才用伫茶内面下毒要害伊咧？你搁来创啥啦？安怎？你已经看到啊？我伫军医院哦，并无受到动用啦，只不过是一个杂车啊。你是专工来看我食苦，也是来甲我看衰？你若安尼讲，愿你食苦，这是真好的代志，表示你有志气。我今日来是有一件代志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蔡社主黄河岛的代志，是毋是你做的？你老实讲，这件代志是毋是你做的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这款袂见效的代志，你是无可能去做。受什么温情？也是什么苦衷？是副台长叫你做的，是吗？不可能，伊嘛毋是这种人。是阿蒙啊？啊？阿兰，你莫阁问啊，这是阮军医院甲青湾社的代志，你莫插。遐讲青湾社的人吼，我伫咧调查看，啥物人去蔡小主摕药的代志。因查吼上好。咱讲你毋是讲伊查出是你地鬼，有啥当我惊？老板，阿伯娘，来，你不要跌了啦，我在你来听到，坐啦，你在听到吗？是安尼啦。我听讲社主向赔啊，敢唔是？会死袂死是阮青湾社的代志，家里无啥物地带啦。是啦，是无啥物地带啦。我是表示关心嘛。阿伯娘，你也毋是唔知影，恁青湾社是这柑仔烂咯，除了讲军医院啊，较无对同意个，是毋是？啊，佫有是啥物？啊，无哪安尼？我即摆做无闲的，无时间到遮听你遐讲遐有诶无啦，我来走啦。根本是伊哦。阿婆，你做啥？我嘛毋是真清楚啦。是讲，迄讲社主成亲的时阵，阿南有教阮师傅做人去青湾社，有人看到阿南哦，鬼鬼祟祟走入恁社主的房间，敢会是伊？对，我若无去想到，一定是阿南。这个唔正经，这款代志也做会出来。我等互阮社主讲，绝对无要放出来。这口气我吞袂落，妈啦！啊，假死给他传出来，
千万声人我叫来，杀甲滚伊个去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涂大将，涂大你赶出来！李团长，叫你涂大将出来，当我错跟伫遮，叫做向我一公道，叫出来！叫出来！叫出来！阿兰，外口是出什么代志啊？香兰小姐，这件代志哦，你也先莫管，为着你安全起见，你也先哦，踮伫咧房间较好啦。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我嘛唔知，伊唔知我你搁知影啥物啊？知。小姐，这阿南若去清源社下药啊，还带小主甲吴阿娘无法度成亲，佮造成伊甲咱昆义演的冲突甲误会。即摆因的人已经来到咱门骹口啊！大帅，你来先。这代志你莫管，这人无好我想你哦，袂用的啦。小姐，麻烦你小娘一下。哪一个你拍干的？你还阁想要安怎？小姐，这是你罪有应得的。他说今仔无甲阿南交出去，千万小甲规日的代志无法度煞。你即摆甲交出去，伊就无性命啦。咱嘛是不得已。阿坤，拖出来。小姐，阿南即摆互伊交出去，一定会无性命，是要安怎啦？阿玲，咱走一撮阿里赛来通知阿辉。行后壁。我叫是啥物人？是清源社的蔡社主。你若劳师动众带遮尔济人来我这个所在，来有何贵事？你叫是我唔知，你怨倒我错月娘，搁想要霸占月娘，为着破坏我的婚事，你竟然叫人家下毒！我头到尾根本就唔知这件代志，你无证无据，是安怎你要侮辱我呢？你若唔相信，叫阿南出来对质。对啊，你叫他出来啊！阿南，行。走。阿南，咱夫身骨真相，到底什么代志啊？三虎啊，拢到我这做事兄无好我管教师弟，才会做出这种代志。是讲清源社下毒人是阿南。小姐，这阿辉出兵，阿南就会无代志吗？我唔知呀，啊，不过阿辉若无出兵，阿兰会无性命啦。你交出来！你啥？我告诉你，你交出来！无钱啦！无钱！你是阿娘永兰，你来到来这里。阿辉找到你啊！永兰，永兰，永兰，安怎？永兰，永兰，永兰。蔡社主，无唔对，阿南是伫我遮做工课，也毋过下药的代志，我根本就唔知影。好啊啦，你要搁多提醒责任啊啦！若无你这个言子所属，骗阿南这臭小囝，伊有这款胆量，无论安怎讲啦，今仔我就交代，无代志无要煞啦。我都爱甲你解说几遍，你才听有啊！你是讲袂顺车呢？你安尼明明就来找我的麻烦嘛！要若安尼，我早就叫阿南嘛，用下狗药甲你头你下狗，袂讲话。你骨骹扫出来吼，你搁再无？恁两个有啥物代志？敢袂用去找落来好好讲上？敢一定不爱动手？恁两个人，一个是清源社的社主，一个是军演的演主。恁的一举一动，拢关系到咱甘仔兰地方上的安危。恁两个敢袂用去讲好是无啦？阿兰，阿兰，阿兰，万娘，关主，阿兰即摆人伫倒位？有要紧无？阿兰在内面疗养，无代志，你放心啦。当面差疗养啊啦，假无用，反正今仔日要活甲拍死，无我唔走啦。大师兄，你火气莫遐大好无？开水学习就是要拍死。蔡社，请莫生气。阿兰即摆搁咧疗伤，等你完全好了后，互伊家己来解释，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伊阵若无甲你交代，我后悔嘛会甲你交代啦。你大师兄，
柯院主，我是阿兰伫台湾唯一的亲戚，我想要带伊转去，好好去照顾。阿南留跟我这个所在，平留跟工疗情况也较舒适，我会跟叫大夫用较好的药来甲医治。还阁无人会当目睭警警看家己厝的人发生代志无管，放互外人来处理啊！我的立场也请你了解，人我一定要带走。准讲我将阿南互你带走，也毋过人可能会唔肯。到时恁若是无伫的时阵，伊用个拍上恁老母，掠走阿南。我看点去我这个所在比较较安全啦，也若无即马小人是足济哦。哼！我一个放臭屁，我错起是啥物人？我当堂清官社社主呢，我较袂用这款闪电波呢。好，我即马当场宣布，阿南要相互安袂好以前，啥物人都袂使动一个骹毛，若无我错起我甲拍死。阿母，阿伟啊，阿南无转转啊？等代志等下再讲，柯院主来啊。当然啦。阿爹，小珍啊，听讲你去倒山茶，有要紧无啦？袂要紧啦，就受淡薄仔伤害尔，袂要紧，袂疼的。好啦好啦，再等下你再搁讲。来，甲小姐扶着，等下去。要转去啊？脚也在疼啊！你毋是讲小可伤尔？对啊，我即摆足疼的，我头壳嘛足疼，对啊，头壳足疼，脚趾尾嘛疼呢。我拄跋一倒，脚趾尾嘛足疼。阿爹，我遮尔跳，身躯拢无爽快，我无法度行转去厝的啊啦。你毋是讲袂要紧，哪袂当转去？毋过即摆足疼的啊！阿爹，安尼啦，你我留踮遮休困几工啊，等我脚较好，拢袂疼，我再甲你转去嘛。哎，你是千金大小姐呢，你带这款草料，你成什么体统啊你啊？我有淡薄仔话要甲阿爹讲，敢要当请恁先在外口等一下。我当然啦，你现在袂当带正人的面头前讲，一定要甲阿爹单独讲啊。阿爹，你毋是一直拢足希望阿辉会当来咱关园做代志？即届我为着要找伊受伤啊，阿辉的人遐老实，伊心肝内一定感觉足袂得过。我想讲会当趁即个机会说互伊，拜托伊来咱关园做代志嘛。我拢是为着你好呢。你这个理由伤过勉强啦。阿辉是毋是会当踮阮阿爹身躯边，阿爹有拍算计，毋免你烦恼。行，我来叫大夫甲你看伤痕。啊，爹，我袂转去啦！你若要逼我转去哦，我甲我脚放好烂，变做摆脚一双倒喺面床顶，我嘛不爱看大夫啦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留伫遮嘛，叫你等我留伫遮吼，我一定会遵守礼教，我袂黑白乱来，一定按恁爹一家照顾嘛，你当放心嘛。爹，阿爹，阿爹，你啥久讲你爱我，讲你疼我，结果咧，安尼死了，你拢无甲我关心，今晚连我一点仔要求你都唔肯答应我，规气哦，我会死死好啦，我会找阿娘。我实是无你的法度，你卡袂着就甲恁阿娘请出来。好啦，你想要踮去遮几工？一个月好。一个月？袂用的，10天。爹！莫搁讲，你若搁讲，我告一个白白甲你抓倒来。好，10天就10天。你要开垦这个所在，你真是有办法从这个无路用的地变成田。柯院主，人咧讲啊，事在人为。我相信我这双手，我一定做会到。你既然甲遐有信心，
我准备投资你。投资我？明仔载我就派人送证据、甲开粉的工具来。也毋过我袂投资哦。到时你若收成的时阵，咱就3、7分，你的意思安怎？好，既然柯元祖这么看重我，佮对我这么有信心，这台生意咱就安尼讲定。是讲嘴讲无算，我希望白纸黑字拍一个契约，以后嘛有一个依据伫。好，就安尼做决定。哦，柯元祖，你拄则讲的利润3、7分，是你3，我7哦。我来你家。这个阿某啊，竟然用计陷害我！我若继续留伫这，早晚会无命。救命！救命！要死人啊啦！你来甲我救啦！救命啊！安是安怎？坏卡！那我睡觉留咧遐，搁要甲阿辉投资，你安尼做到底有啥物用意？我实在想无呢。阿辉是故意啦。向南劳工迄个所在，我放心。啊，若投资的代志吼，啊，你赛馆地敢真是会变差？啊，既然是安尼，谁要甲伊投资啊？啊，明知遐个钱哦是有去无回。师傅啊，你若做这种代志啊？我钱都毋是咧刷咧啊，甲讲用袂定的讲嘛。阿辉到时投资若失败，伊就欠我的钱。伊钱若无法度人还我，伊就要乖乖的替我昆医院好路。师傅啊，你这招确实是高明啊！我等下搁甲你加学一寡。莫讲遐尼济。师傅，哎呀，阿南有头送嘢呢。金星姐，哎，你金星姐啦？那你叫秀？所在，我来你家。你想做这样重视，你搁才去，哪会爬起来啦？哎，星姐好。你是？我叫水莲呐。原来是水莲姑娘甲我叫，多谢你。啊是讲你叫啥物名？叫我阿南都会养你。阿南，你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是安怎会走到这偏僻的所在来？还搁开身躯全伤。啊，图我家己吼，无说你无咧轻काम，所以我歹势啦，是毋是我伤大力啦？足疼的吼。没，
无你先谈遮休困，较等我去买一寡气象解郁的草药来撞你啉。多谢你，水莲姑娘。水莲姑娘，这个所在这么偏僻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哪住伫遮？阮阿爹甲阮阿娘，大概半年前就过身啊。出来一寡家伙，拢去我迄个共爸顾母阿兄跋筊输了。我欠人真侪缴销，阮无法度还啊，才会甲阮阿兄走来遮面。哦，安尼哦，我来做，较免牵连着你。你即摆身体遮尔虚，连大门拢行袂出去，你是要安怎走啦？也毋过，我若搁留伫遮，万一恁阿爷转来，你放心，阮阿兄出海去掠鱼，暂时袂转来。你做你放心住落来，先甲伤养好再讲啊。多谢你。阿辉，龙兰，你看毋是还袂好，咱快倒厝休困，走来这要创啥啦？我实在袂放心你啦，叫我阿伯来看你，先带退家互你。哦，真歹势，靠你替我传家来。饭菜是暗煮的啦，紧趁小食。哦。阿辉，你一敢真正有把握，会当将这块荒地变做田地？这块地啊，已经种了差不多啊啦，全来就在找水路啦，这是上困难的部分啦。水路部分哦，准来解决哦，种植就绝对无问题。若是加一下骹手，不一定做得更好。阿辉，你有搁咧想安南吗？是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阿关啊！我拄着吼，啊你敢遐济娇笑？真的。阿公大呀，我吼最近手头较无方便啦，是毋是会当互我安静？阿关啊，你讲啥？我互你安？你即摆是咧甲阮装死后的是无？我跟你讲，你今日若唔生气，看你用出一支手歌，我对伊手剁起来。拜啦！你今日钱也唔是快，这支手。我绝对要剁起来！别剁啦，阿蒙大啊！别啦，别剁落去啦！莫剁会用的，钱来啊！实在是真正无钱啦！阿蒙大，无安尼啦，我找一个小妹吼，你掠倒去底下好无？水莲。阿宝，阿兰，阿兰啊，莫怪我四界找拢找无你嘞，原来你是美姐。你要创啥？等我甲你转去了后，我搁要翻头找伊嘞。你下来！你放开！你个放开！下来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